今年的中秋拄好拄着大粒的超级月娘和土星合月，除了伫台北的天文馆有直播，会当咧陪民众过中秋。伫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遮嘛，因为有超级月娘，有办活动，有上千只无人机。千外只无人机，互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天顶是光亮亮。即个用月兔甲月饼的形体，要来庆祝中秋节。有超级月娘伴景，民众是拢看甲真欢喜。传统的节庆求新求变，中国动物园内底大猩猩甲鸟形，嘛有客制化月饼甲澎湃的食食。今年中秋拄好是超级月娘甲土星合月，两个天文现象同一个时间出现。故是用目睭看都已经真大粒嘛真圆。台北天文馆透过专业的条件，直播中秋的月娘甲土星，因为今年看到特别吓人目。至于土星合月，又要发生在中秋节，然后月球还要这么大的，然后土星要离这么近的，这一世纪就只有这一次。中秋要顺利看到月娘，嘛要有好的运气。所来天气方面，要注意为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一，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各地天气是更较无稳定。包括像是在桃园以北、东半部恒春半岛，可能雨势上就会开始变比较明显一点点。今年中秋节不是连续假期，各地车流也算顺，也若省道的部分，苏花公路和平到中德路段，昨日因为落雨捌警戒，不过因为天气转好，依次正常通车。根据公路局统计，到17下晡为止，花莲往宜兰的方向。累计车流量是2616台。旅行时间的方面，从中到苏澳经台九线苏花界上北，差不多是77分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